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诶，这个人年纪轻轻，他讲的东西可以信的吗？这个人好像年纪轻轻，他懂的东西多的吗？我不是要就是自己称赞自己，但我只能说我称赞我的上师，也就是占都固仁波切，因为仁波切对每一个弟子他给的教诲都是很足够的。有的人他很怕给你知识，因为他怕你超越他。但是我们仁波切跟释迦牟尼佛是一样的，释迦牟尼佛把他证悟之后所有的知识跟智慧都跟世人说，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佛法。仁波切也是一样，今天只要有心学习的话，他必然会把他所知道的、你所能接受的，都通通的教给你。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一点点的知识。那当然，这个关于降神啊、神谕这些本身也是我的一个兴趣啊。我们就从我小时候的经历说起。可能大家对降神这个字可能觉得有点陌生每个人用的字不一样。那我就说一下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大家应该听过什么是跳童，对吗？在寺庙里面有人跳童，济公跳童大家应该也有听过什么是童身童身就是那个跳童的那个人。所以这个降神这个字或者是神谕这个字，其实是比较偏向我们藏传佛教用的字眼。但是这一个现象或者是这一个事情呢，基本上不管你是华人、印度人还是什么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跟现象。那我就先说小时候的一个经历。我是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就是家里的信仰跟大部分人都一样最主要的就是道教拜一点神。然后偶尔几年就会去槟城，我去的是槟城北海的一个庙。那个庙里面呢，下来的那个下童的那个是一个老婆婆。那这个老婆婆呢，她从10多岁开始就被这个神明指示要她帮她跳童，去帮助世人。那这个神明是谁呢？这个神明我以前小时候见过的是玉皇大帝的第4个女儿，第4公主所以我们就都叫她4公主。那这个4公主呢，其实她蛮有趣的。她跟我说的一些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跟我说的一些东西是有一点点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你们听清楚她说这个小孩，她跟我妈妈说，她说这个小孩其实是可以念书的你不用担心他。但是这个小孩你要记得你不要早结婚。你早结婚的话呢，你的姻缘会有阻碍。然后我就在心里面想，早结婚？后来呢，他说的我能读书这个是应验了啦我也没有说读得很厉害，但是还可以没有毕不到业的情况，所以他也说的对。但他说的不对的地方就是，我今年27岁了，我没有早结婚了我过关了他说的这个东西有一点不准。那这件事情呢，后来我就认识了佛法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神明他讲的东西有一些是对的，有一些是不对或者是不准的。我们不是要说这个神明不好，而是你要了解到，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跳童这个现象呢，不是说你一定要修到很高的修为你才可以跳童也不是说你一定是要什么样的一个伟人你才可以跳童。它最主要的关键是在于，什么神明降到你的身体上面，是什么神来其实这个现象跟鬼上身是一样的。鬼上身是属于比较，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发生的，只要你的身体是很敏感的，或者是你跟这个灵魂灵体之间有一些恩怨这是很容易每个人都会发生的。所以，然后比较高阶一点的呢，就是可能需要一点训练的需要一点仪式请来的，可能真的是一些神明。那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有分证悟跟未证悟的那些神明上身我们多杰雄登、科切拉或者是仁波切的这个传承的跳童，肯定是已经证悟的那些神明上来。所以关键就在于是谁来到这个跳童的这个人身上你问的这个对象到底是一般的灵魂、灵体，或者是神明，或者是佛菩萨。所以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以前小时候见的那个神明就是那个4公主，她讲的一些东西准，或者有一些东西就不准的原因就在于，因为她只是一个神明她不是佛菩萨。佛菩萨跟神明之间最大的差别，我们用佛教的理论来讲，佛教理论有6道嘛，神明是还在6道里面的，
佛菩萨已经超越这个六道啊，佛菩萨有那个预知全能的这个能力，所以神明他看到的东西是很局限的，但佛菩萨看到的东西是无限的。再来第二点，神明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六道众生。六道众生跟我们一样，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喜怒哀乐，我们有喜欢的，有讨厌的，我们会被人家冒犯到，我们会被人家骗到这些东西。所以神明也是一样，他们也可能是出于一些他们本身喜怒哀乐的一些因素，来给你一些所谓的劝告。所以他们神明或者是未证悟的神明给你的那些劝告，没有办法就是完全去听从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知道的很局限，然后他们也有像我们一样的喜怒哀乐啊。比如今天你有事情，你想要问仁波切，你肯定不会想问我啊，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啊。我只是一个有自己喜怒哀乐的人，可能你今天你问我事情，可能因为我不喜欢你啊，然后我就故意给你一些劝告，让你去走更多的冤枉路啊。这就是一般人有喜怒哀乐的这些七情六欲的一些普通人啊，或者是普通的这些神明的这些众生，他们也会出于这样子的一些因素啊，而给你一些劝导。所以我们说不可取，那可取的就是肯定是佛菩萨的这些劝告。好，我就说了，关键就在于是什么神明上到你的身嘛。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些不管是灵魂、灵体，还是神明，还是佛菩萨哈，他们是怎么进到来我们的身体的？那根据仁波切的这个教诲呢，这本书你们可以买哈。他说我们的身上哈，其实有着72000条的这些气脉。我们身上从你的脚趾头连接到你的头顶，我们的这些身上都有着这个72000条气脉。那这气脉呢，它在我们身体上的某一些地方会有交接的地方啊，就是这样子交接的地方。那交接在什么地方呢？在头顶、眉间、喉间、心间、肚脐，还有我们的那个器官下半身器官的那个部分。那这些脉轮这个打结的地方哈，在这边肚脐还有下面那个地方打结的地方叫做脉轮，也就是大家常常听说的 chakra。当那些不管是鬼还是神还是佛菩萨，他们降到我们身体上的时候，其实这些脉轮是通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进入到我们的脉轮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降神的现象，或者是鬼上身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差别在哪里？鬼上身是一种很恶劣的方式，它从外面哈，就是从你身体以外的地方，用一种很恶劣的方式来入侵你的身体，来占有你的身体，那个就叫鬼上身。那一般比较高阶的就是佛菩萨或者是神明的降神的话呢，它是透过打坐、冥想、修持、闭关，把你的这些脉轮打开之后，再把那些佛菩萨请到自己身体里面。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的。当然，佛菩萨有时候他进入你身体也可以是被动的，有时候是你跟这个佛菩萨之间有缘分，他也看到你可以帮助人，有这样的能力，然后他就选择你。当然，佛菩萨你说他被动、主动都好，他还是需要做一点准备的鬼上身完全是被动的他们就是他们自己要进来你很难去控制他们。当然，仁波切有教一些方法来保护自己，怎样避免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就说了嘛，这个降神或者是跳童这些东西，不是说你一定要是什么很厉害的人才做得到，因为它跟鬼上身其实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是谁上了你的身体这个清楚吗？好，那我们就来谈一下鬼上身。仁波切有说，为什么鬼会上身呢？有很多种原因。有的是你可能跟他有一些恩怨可能你过去或者是前世跟这个灵体之间有一些恩怨。有的呢是你可能不小心冒犯到这个灵体他就可能要对你进行报复，他就会进入你的身体来伤害你。那另一些情况呢是你有的时候人就会自己去请一些灵体来自己的身体，你会奇怪怎么会有人这样做？其实有人这样做，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有的人是有意这么做的，有的人是不知道、不经意的这么做。
我们说一些神明跳童哈，有一些神明跳童，仁波切也说过，你很难知道这个跳童来的这个神到底是神还是鬼，你很难知道，我们很难判断是神还是鬼。所以有的人呢，有的鬼，他们就会讲骗话，讲我是什么什么神，我是来帮你，我是来用你的身体来利益人的，请你一定要帮我。然后那个人呢就以为是一个什么神，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判断，所以他就相信，就用他的身体让给这个神，他其实是个鬼啊，他只是讲骗话，然后就用了他的身体，然后用久了之后呢，他就占有了他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不经意的情况，你请鬼来到自己的身体，有一些呢确实是真的神明，仁波切有说你很难判断到底是鬼还是一个真正的神，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仁波切说他不鼓励你们或者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去进行一个请神上身啊，或者是降神或者是跳童的一个情况，仁波切是不鼓励的。所以因为它有它的危险性，我们实在太难分辨。那另外一种情况，鬼上身也可以是因为灵体，它为什么要有人的身体？因为他们是灵体嘛，他们没有形体，他们其实很想去感受冷热，他们其实很想抽根烟、喝个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看过有一些神明，他们一上到那个鸡童的身体之后啊，他们就开始抽烟、开始喝酒，有没有看过？应该不陌生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们以前他们做人的时候也是很喜欢抽烟喝酒的，所以有一些神他一来到他就先喝酒抽烟。他们有时候进入人的身体，就是想要再一次感受到活着是什么样的感觉，有肉体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喝酒抽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他们也可以基于这样的一些理由而去附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也是有的。有的情况是有一些灵体，他可能只是刚好他淘气他乖懒我们说的乖懒，他就是想要捉弄一下你，他就附在你身上。所以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对，灵体也 OK， 所以这个关键就在于就是像我刚才是说的，回归那个谁是上你身体的那一个到底是神明还是鬼，你分不清，所以不要去碰这些东西比较好，不要去接触比较好。然后我们来说神明降神就是所谓的降神或者是跳童神明的，像我以前去的那个就是神明当然我也不敢肯定到底是神明还是什么，但是他几十年来都在跳童，而且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他也没有要求什么样的回报。即使是神明可能像济公赵元帅四公主这些他们在帮了人之后，一般上他们都会有一些要求的你可能必须回去还愿我们常常说的还愿，如果你不还愿会怎么样怎么样。我知道的是泰国的四面佛，你跟他许愿了，他很灵他可以赐你愿望。但是你四面佛有一个地方你们要很小心，就是你一定要回去还愿。还愿的方式我知道的是，你可以去请那边的舞者跳个舞因为四面佛很喜欢跳舞、唱歌这些，他很喜欢，所以你可以请人去唱歌跳舞，或者是你可以去供一些水果、香花之类的东西，但你一定要去还愿。我们不只是说四面佛，还有其他佛、其他神明，如果你不去还愿的话，基本上不好可能你会有一些厄运会降临。所以那些神明他虽然是帮你他虽然是有法力，他可以帮你，但是他帮了你之后，你必须去实现你的那个承诺，你对他的承诺。所以但佛菩萨呢，佛菩萨帮你，他不计回报的，他不会问你你到底还愿了没有，他也不需要你给他承诺什么。其实佛菩萨他对你的要求就只有一个，就是你真的是去做好事、做好人你好好的去做人，好好的去修行，这是他唯一对你的要求。可是神明呢，他会期待你去还愿的，因为神明像我刚才所说嘛，跟我们一样都有喜怒哀乐你的七情六欲这些都跟我们一样。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我遇了仁波切之后，我人变好了。以前如果你叫我帮你，好，我可以帮你，但是你可以不回报我，但是你至少要对我是尊重的
你至少要跟我说一声谢谢吧。如果我帮了你之后，你还不说一声谢谢，然后对我很不礼貌的话，我会不高兴哦，我可能会去骂你之类的。所以神明也可以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还是有那个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嘛。所以我们说神明他跟佛菩萨的差别就在这边。然后神明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神明里面也有分正神、邪神。正神就是比较偏向做好事、帮人的，邪神就是可能会想要去，首先是骗你、利用你，然后去伤害你。仁波切有分享过一个故事，15、16年前或者是20年前，在 Petaling Jaya PJ， 他曾经遇过一个女人来跟他求助。这个女的呢，她说她以前有一些障碍、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她就去一个庙，这个庙呢离吉隆坡大概要开车2个小时，要进一个森林才进得到去那个庙。然后他就去那个庙去问那个神灵要怎么解决他的事情之类的常常都有去然后跟他许了愿，然后还愿，这些他都有照做。然后呢，就这个事情他的问题也跟着解决了，他也很高兴像一般人我们一般解决问题就忘记了嘛，就不去了嘛不用再去了，问题解决就拜拜，我们不用再去见这个神，也不用再去问事了这是很正常，人之常情。然后后来呢，他就开始被这个所谓的神明一直干扰他，还给他一些有一些血光之灾，给他一些血光之灾，就让他知道说你一定要回来找我，你一定要回来供奉我、拜我。我才不会让你有这些事情，所以这个神明就开始威胁他，开始让他经历一些血光之灾，然后开始给他看到他的法力在哪里。所以这个女人呢，她就很怕。那当时候呢，她就遇到仁波切，然后仁波切就帮她，仁波切就他因为这个神明有给这个女人一个符。这个符其实像一个 GPS， 仁波切说，就是这个女人不管她去到哪里，她只要还带着这个神明给她的符，那基本上这个神明对她的所在位置跟一举一动都是有一定的了解的。然后他就靠这个符来观察或者是监视这个女人。所以仁波切呢，他就把他这个女人的符呢，他就把它包起来，很礼貌、很恭敬的把它包起来，然后再拿一点护法米。就是那个护法降生的时候，多杰兄的护法降生时候的那个米，就把它包起来，跟那个米放在一起，然后一起烧掉这个符。然后仁波切还很恭敬的跟这个所谓的神明说，这个女人呢，她过去获得你的帮助然后我们谢谢你，但是她现在已经不需要你的帮助了，她也不需要再回去找你了，请你放过她。所以仁波切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其实还是很恭敬的他并没有因为说我是佛，我比你高，所以我就可以对你不礼貌。仁波切并没有这样子，这也不是佛教精神所以仁波切经过这么一做之后呢，整个事情就平复下来了。当然，这个女的呢，她本身自己也要做那个修持，仁波切有教她做吉祥天母的心咒。因为他跟吉祥天母很有缘，所以这个吉祥天母他就做这个行咒，他就做了之后呢，仁波切帮他之后呢就好了。所以说神明里面所谓的正神、邪神，邪神也可能是灵体变成的，或者是一些神仙山神这些都可以是神明来的只是看正神、邪神差别在哪里，不是法力上的差别，是跟人一样，好人坏人是怎么分的？他是不是一个好的心，是想要帮助人的，还是他就是一个天生就是爱嫉妒人、爱害人的差别只是在这一边，这分正神邪神，差别就在这边，不是法力上的差别所以他们跟人是很相似的不是每个神帮你都是真的是为了帮你，有的帮你只是为了想要利用你，尤其是他们会想要用那个跳童的那个人的身体，那个是更好用的开关引号的好用，对他们来说是好用的。还有什么？好，那我们就说到佛菩萨的降生我们刚才说了神明，说了鬼魂附体、神明上身这一些之后呢，我们就来谈一谈佛菩萨的降生在我们藏传佛教里面，在我们这边我们用降神这个字，然后跳童的那个人我们叫他做神谕。佛菩萨的跳童，我们在克切拉，尤其是仁波切的传承释迦仁波切、帕本卡仁波切的这些传承里面，降的是
肯定是已经证悟的护法啊，主要都是这些。然后护法有很多，可以将金甲衣护法，多杰熊灯护法啊，我们这边是多杰熊灯护法。2年前我不知道大家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2年前我们在这边有一个降神多杰熊灯的降神仪式，700个人在就在这一边这个礼堂，不知道大家已经去过的就蛮多了啊。所以那个降神呢，就是多杰熊灯护法的降神。这个已经证悟的护法的降神呢，它的差别其实在哪里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是一定要有很高修为的人才能够做降神或者是跳桶这件事情，对不对？记得吗？我说过啊，不是你一定要很了不起，但是在已经证悟护法的降神里面呢，你至少要是一个已经经过训练、做过很多闭关，然后有上师、有喇嘛指导你之后，你才能够做的这件事情。当然有例外，有的人是天生他的脉轮就已经打开了，他天生就可以降这些所谓的证悟护法。当然也要有上师指导。护法一般不会在没有上师的情况下就降到你的身体，因为对你是有一定的伤害跟危险。然后我刚才说了嘛，你要降这些已经证悟的护法或者是佛菩萨，你的身体是一定要经过一些训练，或者是经过一些闭关。为什么呢？仁波切有说，因为这其实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要保护你，因为你在你的脉轮打开的时候你还没有请到佛菩萨或者是已经证悟的护法来到之前你也有面对一定的危险，就是你不知道哪一个邪灵突然间会在佛菩萨没来之前就马上就先用了你的身体，所以他们在做这些训练闭关的时候呢，就是为的就是要加持他们这些脉轮，让他们的那些脉轮还有气脉是属于干净的一种状态，然后也是让那些本尊加持过的。那本尊加持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们会让你的这个身体是免于邪灵的干扰，也就是说保护你的身体。所以他们在做这个还没有正式成为一个神域之前，他们会做很多的闭关，然后他们会诵很多的心咒。那仁波切这边提到的有宗喀巴大师的心咒，然后可以要做那个大威德金刚的修持马头明王或者是其他的本尊。这些本尊的修持其实就是保护你自己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很危险的。虽然你说你是降的是佛菩萨，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它还是有它的危险性，所以它一定要先经过这些所谓的练习跟训练。OK， 好，等我看一下哈。好，在讲完这个部分之后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多杰熊灯的这个降神仪式上的一些细节。我们首先从多杰熊灯 ，OK， 多杰熊灯降神的时候呢，他是会在前面的，他会准备坐上那个法座上面多杰熊灯为什么他可以坐在法座前面呢？这个也是有它的寓意的，并不是每个神都可以，并不是每个神明都可以坐在，尤其是佛寺里面的那个法座上面。如果你可以坐在一个佛寺的法座上面，就表示这个护法神是他有一定的所谓的 ranking， 所谓他的那个地位是很高的。你这个神地位是很高的，因为他是佛了嘛，所以他就可以坐在前面。然后呢，他们就会开始。一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华人的都一样的。我昨天刚看了一个 video， 他是一个什么赵元帅就是一个道教神明。他们在请他上那个童身之前，他们也是要奏一些乐器、打鼓、吹东西，做一些念经的仪式，才可以把那个神请上身。在我们这个多杰熊灯的降神也是一样，我们要先念经。先诵经，然后烧香清洁整个地方，净化整个地方然后呢，就开始有打法器、吹那个长号那些乐器这些仪式都是请那个神降到这个人的身上，这些都是一些很正式的仪式。然后呢，护法呢就会在祈请之后就开始上来了，你就可以开始看到神域的身体开始有一些变化。然后当然这个之前呢，他们还
帮他戴上那个帽子。那其实真正的那个降神的帽子那个很高很高，那个是很重很重的。如果你不是降神的话，基本上你是不可能可以戴到那个帽子，因为它太重了，你随时可能这边颈项都会折断掉啊。所以这些情况呢，就显示了那个神已经降到来我们的就是那个跳桶的人身上了。然后呢，他就会开始抖动，然后呢，在那个仪式还在进行的还在诵经的，然后呢，他就开始抖动，然后呢，他就会来了之后呢，他就会拿他的那些法器比如说斗杰熊灯，他会拿的是剑你们看这一尊像，在你们的左手边他拿的是剑嘛。所以呢，护法在降神的时候，他也会拿剑。当年呢，护法来到的时候呢，他还在前面跳了一个舞，他拿那个剑挥，然后他跳了一支舞。这个舞叫什么呢？我们叫它金刚舞。这金刚舞是做什么的呢？他为什么跳这个舞呢？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他跳的这个舞呢，其实是去除障碍的舞除障因为在我们这边很多人嘛，我们一定都有很多的障碍所以护法我们要怎么样拿到一个很清楚的答案？我们请护法下来藏传佛教里面请护法下来，其实也是为了要问事情，但我们问的事情比较不一样寺院呢也会有这个降神西藏的寺院也会有降神的这个仪式。他们为什么要请护法下来呢？他们一样也是要问东西。他们问什么？一般上寺院他们可能问的是我要在什么时候起这个庙才是最好的时机可能天气可能一直都很不好，他们寺院的农作物收成不了，那他们可能就会问护法要做什么样的法会来克服这个问题。他们也会问护法我们的寺院应该要去哪里找钱？我们应该去哪里找功德主？他们问的问题呢，一般上都是偏向寺院偏向寺院的发展，或者是一些喇嘛他们的身体的状况这些等等的原因，寺院也会这样问的跟我们这边的一样，但是我们问的问题可能也比较不一样一点所以你要怎么样拿到一个准确的答案？当然你要跟我们这些要接受这些答案的人，如果我们的业障很深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清楚的答案。不是护法的问题，是我们这些要接受这个利益的人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业障太大，所以护法他即使是在降神的时候，也要帮助我们去除这些障碍。OK， 然后呢，他跳完这个金刚舞之后呢，他会回到他的座位上他就回到他的法座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在场的一些喇嘛或者是仁波切或者是僧人或者是寺院的代表，就会向前去给他做供养。你看为什么这个神会是那些高僧会去给他做供养？就是因为他地位很高。有一些神明，你看到他们降神的时候是有差别的。有一些神明是他们自己去跟高僧喇嘛做供养，而不是高僧喇嘛去跟他们做供养。当你看到这个降的这个神呢，高僧喇嘛都亲自向前去跟他们做供养的话，跟他们就是所谓的 pay respect， 就是跟他们表示尊敬的话，就表示说这个护法神本身地位是很高的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说不是证悟护法的降神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也是仁波切讲过的。所以高僧喇嘛会去跟他做供养，然后就接着就是寺院的代表会去给他做供养。那他多杰雄灯护法他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在接受这些所谓的供养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拿金刚杵跟金刚铃还有加上一些手印，他就开始接受这个供养。他的这个金刚杵跟金刚铃这个东西，跟他的做这个手印的部分呢，其实是因为他是已经证悟的，他有这个智慧跟慈悲所以表示他就开始做他的手印来接受这个供养。他即使是在接受供养的时候，还是很怎么说，很优雅的很正式的在接受这个供养。一些没有证悟的神明，他们就是藏传西藏里面呢也有没有。就是一般神明的降神也有的，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在接受供养比如说这是一个夺马这样子，一个夺马，他们供上前去。他们接受供养的时候，他们是拿那个剑把那个夺马劈开，他们是这样做的一般的神明不是证悟的护法的话，所以证悟的护法呢，他们在接受这供养的时候还是很优雅还拿金刚杵、金刚铃象征他们已经证得慈悲慈悲跟智慧这两个qualities 就叫什么呢？成就
他们是有这个成就，他们才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接受这个供养。然后在供养之后呢，护法会加持，当年你们看到的话，他会加持一些物品啊，可能一些佛像啊，一些米，这些加持过的东西呢，其实都是有它的那些佛菩萨的能量在里面。所以我们说那个护法米是很好用的。你们有什么急事，身体有什么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护法帮忙的时候，都可以拿这个护法米烧一颗或者吃一颗，或者是放在水里面喝。然后呢，护法呢，在做完这些加持的举动之后呢，他还可以，甚至你生病的话，你也可以让护法加持你。像仁波切他6年前曾经身体很不好，然后应该是他的肝那时候有毛病，然后后来呢，这个多杰雄的护法他就降神，就是降到那个跳桶的人身上啊，然后呢，这个护法呢就帮他医这个病。结果呢，我们有一个师兄，他也是跟着，他本身以前是个医生哈，然后他就跟仁波切就护法加持完过后，他们再去见医生，医生其实也很吓到，哎，怎么你这个病就好了？其实说来也没有人相信，因为护法他真的就有这样的一种疗愈的能量，他可以帮助仁波切的那个病从蛮严重，然后也变好了，所以医生他本身也很吓到。那这个以前是医生的这个师兄也跟着仁波切去嘛，他可以做证人，他自己也见过这个情况。所以护法他在降神的时候，他能做的东西基本上多杰雄的护法跟很多神明大概都一样啦。神明大多数都是什么帮人家小朋友收经吓到是什么，然后就加持驱鬼这些都一样的，只不过是他们所做的跟所用的方式是不一样，还有他的那个能力，他所能带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跟我们的传统其实都很接近。然后呢，他还可以加持，然后可以医病，然后呢之后呢，一般上呢护法就会开始回答问题。我们在降神之前我们都会先准备一些问题，可能跟克切拉的发展相关的，可能跟一些弟子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相关的我们就会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就给护法看，护法就会先把问题看过一轮。他看完之后呢，因为多杰雄灯如果下来的那个是愤怒尊，什么是愤怒尊？就是他下来的时候他是很大动作的，很凶猛的，你看得出他的动作是很大的。他几乎都没有办法说话的，那个就叫愤怒尊他动作很大，然后很凶猛，然后能量很大。他把问题看完之后呢，他就会离开，然后呢再请另外一个护法下来。这个第二个下来的护法呢，是他的臣子，也就是他所谓的秘书。那这个秘书呢是寂静尊，寂是寂寞的静静是安静的静，所以这个寂静尊呢是可以说话的。因为他的那个能量没有那么大所以他就可以待在这个跳桶的人，也就是神谕的身上比较久的时间。所以呢，他就负责回答刚才多杰雄灯护法的问题，因为他是秘书嘛，那他就负责回答问题，所以他在这个身上可以待得比较久。所以他就可以回答一些信众的问题，或者是寺院的问题，或者是来自一些高僧大德的问题。OK。另外一个呢，多杰雄灯也可以，那个是愤怒尊嘛，愤怒尊刚才我说的那个动作很大的那个能量很大的。那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那个神谕的身体，为什么它能量那么大到它没有办法逗留那么久？因为逗留久了，它就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怎么说？它会让这个神谕的身体会承受不住。为什么承受不住呢？仁波切给的一个形容是这样子，因为这些已经证悟的护法的能量是很大的，大到好像一座大山。你想看一个那么大的一座山，突然间要进到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个人的身体基本上要有很大的承受力，才可以承受那么大的能量。所以你才看到他们的动作那么大，因为这是愤怒尊嘛，那愤怒尊的能量是很大的。OK， 然后呢，多杰雄灯护法也可以降寂静尊。寂静尊呢是它的那个能量没有那么大的，它是可以给开示的，也可以慢慢的回答信众的问题。那多杰雄灯寂静尊降的时候呢，他们带的是那个宗喀巴大师的那个黄色的
帽子，那个尖顶的那个帽。那个当他那么穿着打扮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降的是多杰雄登的寂静尊。那这个寂静尊呢，他所做的东西差不多都一样，都可以加持治疗，这些都可以做。那可以回答问题，也可以给开示，然后呢也可以给灌顶，这些是寂静尊的差别。回答问题，然后就离开，然后有大臣来，大概都是这样子。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因为我这样子讲过，肯定是已经有一些细节上的东西没讲到。那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你们可以从问题里面，然后我再从回答问题当中，可以把一些细节的东西也讲出来。我怕我会漏掉。刚来的，你们知道今天讲什么吗？不知道，今天讲的就是华人里面讲的跳童然后神明啊这些，西藏佛教里面也有。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吗？等我想，我还漏掉什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你们真的没有问题吗？够清楚吗？会太快吗？可以吗？好，等我看一下，我还要补充些什么。OK， 再讲一个故事。仁波切说他那时候还在印度的时候，他有给过一个神明治疗过他的身体。这个神明是这样子的，仁波切再分享一个东西。仁波切其实在还没有正式成为被认作为仁波切之前，他其实有跟他的一个上师学过跳童。仁波切以前其实他是想要当这个跳童的人来帮助众生，当然是西藏佛教传统里面的跳童，不是一般的跳童仁波切当时候也接受一位上师的训练。那当时候呢，后来因为仁波切被认作是仁波切之后，他就终止了这个训练，就没有再做这个神谕没有再做跳童这件事情。因为他的上师跟他说，你当仁波切可以帮助跟利益更多的人，比起你当神谕比起你跳童，你可以帮到更多的人，所以仁波切就没有再做。那他有一次呢，他就认识了，就知道这一个女的跳童的是一个女的。那他跳的是什么呢？他跳的是一个山神，一个女山神。我们常说山有山的神嘛，水有水的神之类的嘛。所以他降了这个女的呢，降了印度女人吧，北印度的一个。然后他降的是一个女山神。那这个女山神呢，是一个很温和、很友善的，她是专门帮人家治病的。然后呢，有一次呢，仁波切这个女山神就是这个跳童这个女人，她就去到南印度。仁波切那时候在南印度。然后呢，他的上师就跟他说：“这边有一个可以帮人家治病的女山神，你去看她吧。”因为仁波切就说 ：“OK， 既然我的上师都说可以去，那就是安全的因为仁波切一般也不乱去，因为危险嘛，你不知道他是谁嘛。可是既然他的上师、他的师父就跟他说可以去，那他就去。然后这个女山神呢，仁波切去之前，他其实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说他会去。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人知道她是谁的。然后他就去到这个女山神的那个家，她那个跳童那个女人的家。然后那时候已经开始跳童了，在场的还有几位僧人。然后呢，这个女的这个山神呢就站起来，突然间她原本是坐着的，她就站起来，她就说：“仁波切，欢迎你来到，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所以那时候仁波切就吓到，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也没有人知道我会去见你，你怎么知道我要来？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其实神明他有一定的神通力每一个其实你不要说神啦，其实鬼都有神通力，但是他们的神通力去到哪里，他们的知道的东西去到多远，那就是差别其实都有的。人其实你说你要神通力，其实有多难？不难啊。很多那些会做巫术的那些巫师，他们也有一点点的神通力，所以当别人跟你讲我有什么神通力的时候，请你不要因为这样而觉得意外，而觉得他怎么了不起。其实并没有了不起，你只要稍微有修，神通力是不难的。但是重点跟关键是你的神通力去到哪里，还有你用你的神通力是来干嘛的。
这个才是差别，这才是决定你的神通力是好的还是坏的。决定你的神通力的高低，不在于你拥有这个法力，而是你怎么用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OK， 说回那个故事，然后这个印度女人就说：“哦，仁波切，欢迎你到来，请问我有什么帮到你的？”仁波切那时候他的手臂上面有一个囊肿，就是有一个东西生在外面的，圆圆的，一颗在他的手臂上面。他就跟这个女山神说：“哦，我有这个毛病。”然后呢，这个女山神就跟他说：“哦，不要担心，我来帮你。”然后呢，他就把他的口放在仁波切的手这边，就把它吸出来。吸真的是吸出来哦，一个白色球状软软的东西，把它吸出来，然后就在一个红色的布上面。所以仁波切就哇哦，真的是从这边拿出来，就真的还能够看到那一颗圆圆的东西。所以就这样子，而且仁波切说那个过程里面是没有任何痛楚的。你一点都感觉不到痛，就出来了。所以仁波切就说：“哦，他也是很意外的，原来这个女山神也有这样的一个治病的能力，而且这个女山神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嘛，有些神明是需要你去还愿的，或者是需要去酬谢他，但是这个女山神没有要求任何东西，她每一天大概治80到90个病人在印度，但是她没有要求任何东西。”所以仁波切的师父就跟他说，她是一个很好、很温和的一个女山神所以就让她帮忙，而且她还会有的时候还会给她一些供养，就是给她食物，给她一些供养就是鼓励她这样子，就希望她多多帮人。这个故事就这样子，所以仁波切就是他主要还是说，很多时候很多人问他，我们华人这边特别多嘛，济公啊。观音菩萨跳童啊，其实你问仁波切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济公，还是不是真的观音菩萨？仁波切说太难讲了，因为他也有很多是骗人的。仁波切不否认这一点，是很多是骗人的，但是他也承认有一些是货真价实，在帮助人，在有真正的跳童在帮人的。那仁波切有教我想到我要讲什么了。仁波切有教你要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跳童。有的人跳童不是真的有神上来，也不是真的有鬼附身，他是自己做戏。他可能想要得到一些关注，他可能想要人家尊重他，然后他就开始装神弄鬼。仁波切当然也有遇过，他说他几十年前在槟城就遇过一个装神弄鬼的跳童的人，他就开始在那边好像开始要跳童了，然后仁波切就派人去问他一些问题，然后他就回答不了。然后他就假说：“我累了，我今天降神不了，今天跳不了童他就走掉了。仁波切教什么样的方法呢？他说：“你可以尝试用一张纸，在那个纸上面呢写一些数目字，或者是画一些图画。你不要让那个跳童的人看到你写了之后，你就把它放在你背后，然后你就问他：请问我在那张纸上面写了什么？”如果那个神明可以回答呢，基本上可以很准确，然后很快的回答的话呢，基本上那表示它是真的。如果他回答不了，你就自己知道不对了啦你就不用再去相信他了。然后也有人问仁波切，既然你说有一些即使是鬼也有神通力，那他们一定也能够看到这些你背后纸是写什么的嘛？那我们要怎么这一招还管不管用？仁波切说：“对，确实，即使连一些普通神明或者是鬼也有神通力，但是你要怎么知道？你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怎么去测试它呢？其实你可以跟他说，你为什么？你是谁？你问他身份是谁，然后你再问他，你来这边是想要干嘛？然后如果他跟你说他是想要帮人的话呢，你就跟他说，你如果其实想要帮人的话，你其实最好是不要跳童。”其实才是真正的帮助别人，就是你不要利用别人的身体，那其实才是真正的帮助人。仁波切说，当你这么说了之后呢，如果他的反应是接受的，他接受你说的，他觉得 OK 好，你既然这样说的话，那我就不这么做。但他表示他还是有一定的，他还是算是好的。那如果他是很坚持说他还是要这么跳童的话呢，那你就要小心了。但是仁波切说，一般人我们这些一般人，你不要去挑战他们我们不要这样，真的是像刚才仁波切所说的方式一样去挑战他们，千万不要，因为
他们真的是不管他们好坏，他们一定有他们的一些法力啊。我们可能这样子去挑战人家也不礼貌，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去做。这只是一个让我们去思考或者去分辨的一种方式啊。当然我们不要自己去这么做。他们高僧大德或者是有一些能力的人，他们去做没有关系。那主要的就是要说，很多人其实都在装神弄鬼啊，就这些事情应该不要被鼓励。而且仁波切说，他从来不会让他的弟子或者是跟他相关的人做这些所谓的跳通或者是降神。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借着仁波切的名义说我是什么什么降什么什么什么神要来帮你的话，仁波切说绝对不是真的，因为仁波切没有授权他的弟子这么做，因为他不鼓励这么做，他要我们做的是好好的学习佛法。OK， 我们就说一下为什么仁波切不鼓励我们去找跳通的人，或找神明问事，也不鼓励我们去请这些东西上来。原因，他反而希望我们用佛法的方式来解决每一件事情。比如你今天你有面对一些邪灵干扰的问题，今天你就问一下，为什么邪灵会来找你？他并不是偶然的来找你，当然可能是因为你冒犯他，所以也是你错在先。如果你不是因为冒犯到他，而是可能前世的一些恩怨的话，你不可以去用这样一些神明的方法就把他驱走啊，这些就算了。其实这样子是治标不治本的。为什么仁波切不鼓励用这些方法呢？也不鼓励人家去请示神明啊，请神明赶鬼啊之类的。因为你没有在改变你自己的话，你没有在让自己去消除一些恶业，你没有去忏悔你过去所做过的错，那你的这些恶业继续累积的话，你也会继续吸引邪灵来干扰你。我们常说鬼来干扰你是因为你时运低啊。我们华人常讲时运低，其实所谓的时运低也是因为你的恶业开始成熟了。你恶业成熟的时候啊，什么都会来找你，麻烦会来找你，灾难会来找你，邪灵如果你跟他过去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也会来找你。所谓的时运低啊，我会比较偏向说是你的恶业，你没有很好的消除你的恶业，你没有去忏悔你的恶业。所以这些当你的恶业一成熟的时候，什么问题都会来，那是自然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你不去用佛法的一个方式，好好的去忏悔，好好的去修行，好好的去做人，来帮助别人做一些好事，而是一味的用赶的方式的话，其实你并没有在解决问题。佛教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些所谓的邪灵干扰，当然可以，你只要透过修一些心咒啊，你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配合什么？你一定要配合一个东西，就是你一定要忏悔，你一定要抱着一颗很慈悲的心，你不要说去挑战那个鬼魂啊，你不要去挑战，然后你一定要忏悔，然后你要去懂得去思考因果。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你就可以慢慢的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一味的用驱鬼啊这些方式，因为这样的方式其实并没有在帮助整个情况。所以时运低，所谓的时运低，你去好好的去修行，去做好事，去忏悔，消除你的恶业啊，你慢慢的累积功德。这些当我们的人的功德足够的时候啊，你事情都会比较顺。所以我们常说什么寿命啊，寿命要就是有可能要病死病危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去放生啊，放生就可以累积功德嘛，来延自己的这些寿命。所以一样的，当你面对不管是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不管是你的事业不顺啊，还是你健康不顺啊，还是可能有一些邪灵干扰，你还是要用回佛教的方式去应对这些事情。你一定要先从自己做起。你会有这些灾难，你会有这些麻烦，一定是你过去的恶业开始显现、开始成熟，你才会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你才会面对这样的情况。你至少要先认知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才可以去更好的面对这个问题，来利用可能心咒啊、修持啊，来解决这些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刚才讲，如果是为政务的。对，我还没讲到，对吧？是吗？好像是。为政务的护法降神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对吗？对。好，其实，在西藏的传统里面，也有没有政务的护法，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一些普通神明的降神也有的。那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仁波切有给我们解释过。你看多杰雄灯护法的降神哦，
我们首先请那个降神的人，叫神谕嘛，或者叫跳童的人。我们是以一种很正式的方式，把那个跳童的人呢，从寺院的大门呢，把他请进来，慢慢的请进来，然后请到靠近法座的地方。其实是从外面很恭敬的请进来。是我们尊重这个人呢，还是尊重这个神，才会有这样的待遇？我们其实是尊重那个护法。因为他地位高嘛，所以你自然呢，你这个跳童的人也会受到一样的尊敬，所以就慢慢的请进来。那你反观，一般的神明在西藏的那个跳童的这个仪式里面呢，他们呢一般上是先会在寺院的外面请的，他们先在外面敲锣啊、打鼓啊什么请那个神明，他们会是在外面请。像多杰雄灯护法是在寺院里面请，是在所有的高僧大德跟僧人的面前请他来的，差别很大差别。而且呢，普通神明他们在降神的时候呢，他们的身体的那些是很不受控制的，他们甚至可能会跌倒，自己站不起来，需要人家搀扶啊。而且他们是在寺院外面先请，他们降了之后呢，那些神明上到身体之后呢，他们才进来。而且他们一进来呢，他们首先会去跟高僧大德做供养。但是呢，多杰雄灯护法是在里面坐着，而且是坐在法座上。而且呢，多杰雄灯护法降到来之后呢，是高僧大德去给他做供养。所以你看到差别吗？未证悟的那些神明呢，他们请呢是请在外面，而且呢，他们的整个动作举止是很大的，然后他们甚至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他们还需要人家搀扶啊。然后呢，他们进到来之后呢，他们还要给高僧大德做供养。一样的道理，今天如果是一个大人物来，一定是我去跟大人物 say hello， 去给人家斟茶倒水啊，肯定不是大人物来对我斟茶倒水，所以是一样的哦。然后呢，你看到多杰雄灯，他在动作举止上虽然他力量很大，他可能一直有在跳动还是什么，但是你看他在接受供养的时候，尤其是他喝茶喝水的时候，他动作那么大他并没有把那个杯子打翻还是什么他都是很怎么说，很优雅的在接受任何一个供养，而且他还可以跳舞，他力量那么大，他还可以把那个舞跳得很好而且那个降神师他本身年纪也很大了。大概有60几岁了吧，他一般上是不可能跳得那么轻松、那么美、那么优美的。但是你看多杰雄灯护法来的时候那个神谕就是那个跳童的人，他跳的那个舞姿，他的舞步是很轻盈的就是差别在这边。但是你看没有证悟的那些普通神明降神的时候，他们的动作很大，然后没有办法自己站立，需要人家搀扶。然后进来的时候呢，也是先跟高僧大德做供养但是多杰雄灯的 case 呢是。高僧大德去给他做供养，然后你会看到一些更细微的差别是在于，那些普通神明他们在降神之后，你会看到那些僧人有时候他还会偷笑那个神明的，因为那个神明可能会做一些很搞笑的举动，他可能会跌倒他可能会做一些很好笑的动作，所以你会看到那些僧人他们就偷偷在那边盖嘴巴笑，而这是很细微的这细微的差别。那你看多杰雄灯护法降神的时候。场面是非常庄严、很严肃的，你不会看到有僧人敢在那边偷偷笑因为那个场面很严肃、很庄严但一些细节上的差别就能够看到在待遇上的不一样这些你看他们对待跳童的人本身就已经知道这个神明的地位有多高。如果你跳的是你降神的那个对象的是多杰雄灯护法的话，因为他佛菩萨他地位高嘛，你就自然也会获得很高的。对待很高崇敬的对待，一般的跳童的人也没有什么太被尊重的一些对待。我看那么多 video 里面，我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即使是华人的那些跳童的也是一样，他们的仪式上也没有这么隆重。那有一些跳童我们说普通的，他们甚至可能是在一个路边就可以跳了。不用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但我们说跳一个很高阶的神有一些大庙，你看到他们降神，他们跳童跟一些小庙跳的又不一样大庙他们跳的是可能就是很隆重的很严肃的，一切东西都准备得好好、妥妥当当的，降的时候也是很严肃、很庄严的。有一些可能小庙，他们就可能是在路边就可以跳了，很多，
然后对，然后印度人也有这个现象。你看那个大宝森节的时候，他们插很多那些一支一支尖尖的东西，他们那些也算是有神进到他们的身体里面，所以他们才可以承受那些痛。而且他们插了那么多支之后没有事情，也是因为那个是神降到他们的身体里面。所以降神这个现象、跳童这个现象，真的不只是华人或者是西藏人有的，印度人也有，甚至是其他传统其他民族的传统里面都有。我想问，请问那个跳童师，他是和尚还是已婚人士都适合吗？还有，如果是和出家人跟已婚人士，他们请来的神明，是不是也是有不同层次的影响？你听不到你的第二道问题。如果是出家人，第二道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是出家人，就是说他请来的神明是比较高层次的。好，刚刚Stella 的问题是说，这些降神的或者是跳童的人，是不是一定是要出家人还是在家人？然后第二个问题他问的是，如果是在出家人的话，他跳的是不是一定是比较高阶的？其实这个跳童或者是降神，如果我们说在藏传佛教里面哈，我们这个传承里面，你跳降神呢，其实没有分你是在家还是出家的，不管你是在家还是出家，你都能降神。所以也不是说你是出家人的话，你降的神必定是最高的，或者是比较正悟，或者是比较高阶的，其实并没有。我们见到的第7任庞龙神谕，他的父亲第6任的哈，他父亲是个在家人，但是他也是可以跳童，可以降神，所以这个无关你是在家还是出家。主要也不分男女也不是说只有男人可以做，女人不可以做，不是，都有，男女性别不是问题，在家人、出家人也不是问题，关键还是你接受的训练，你做的闭关像仁波切说，你要做神谕，你要当一个神谕之前，你要做很多很多个闭关，然后你要有灌顶你才可以有这些这样的一个能力因为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而且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顺利的经过这个过程，因为那个过程会很繁琐，需要的时间很长，然后也会一定的麻烦，就你要有很多的时间跟耐心才可以完成这个训练。我来补充一下，就是多杰雄登的这个神谕，我所知道的是，他们除了要做很多闭关修持之外呢，其实他们还要他们即使在日常生活上也要很谨慎，尤其是饮食，他们住的地方是不是干净的，他们吃的东西是不是干净的，所以他们常常要保持很干净所有东西都要很清净。为什么？因为这个神谕他要请到的是已经证悟的佛菩萨。你的身体如果是很不干净的就是那个气脉是乱的，然后你没有很好的照顾你自己的饮食。我们讲的所谓的干净还不只是讲住的环境、吃的东西，还包括你守的戒律。不管你是在家还是出家，你都有戒律的我们在家人也有在家人的戒律可能我们守什么皈依戒是什么戒不管是在家出家，你都有所谓的戒律。所以当我们说干净清净，它并不只是外在的，它也是内在的。所以一个很好的神谕呢，它除了要保持干净、照顾卫生之外，它很重要的一定要守戒。今天如果你的戒你守得不清的话，你不会请到护法，你不会请到真正的佛菩萨的，你可能会迎来的是邪灵，因为你自己没有好好的守那个戒你的戒律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道门，你这个门如果你没有守好的话，你会很危险。所以这些神谕他们一定要很保持非常严的这个戒律，那个清净是把这个戒律也包括在内。然后呢，他们有一些特定的东西，他们可能不能吃的他们也有这样的一种限制。主要就是让他们的这些气脉跟脉轮是通的，因为佛菩萨是很崇高，他们的力量是很纯净、很崇高的，所以。我们拿一个比喻你要请佛来，即使你要设佛坛，你都要把你的佛坛打扫得干干净净，你才可以把佛请到来。更何况是你要把佛请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身体总不能是一个垃圾桶你怎么好意思把佛请到？如果像我们这样的身体像我这样的身体，我会说是垃圾桶。我们没有很好的照顾这些东西，我们也没有训练，我们也没有做闭关、打开这些脉轮加持之类的，我们都没有，所以。差别就在这边，像我回归我刚才所说的重点，你请到的是谁？
鬼附身很容易，谁都可以啊。你时运低的时候，所谓的时运低的时候，你刚好你身体又敏感，要附身多难？不难啊。你要请神明，有一些神明也不知道是神明还是鬼，也是邪灵，所以也是很危险，也很容易做得到。但是你请佛菩萨，你请已经证悟的护法，比如多杰雄灯护法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哦，那个整个过程是不一样的。我想请问一下，是否宗喀巴大师、黄财神、绿度母有没有可能降在这个神医的身体上？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有人问过仁波切，然后我刚好读到了。仁波切说他在寺院的时候，有一个高僧叫 Gani 妈，我相信可能一些老弟子听过，这个 Gani 妈也很有神通力的，也是一个高僧他很厉害这一方面。然后他有跟仁波切说过，曾经有过，真的是像你所说的那些本尊降生可是我忘了是不是黄财神，可是真的是有本尊降生，但是那个情况是非常非常非常少见，但是确实有，但很少见。对他这边有说可以请来嘎拉鲁巴，有嘎拉鲁巴，也有嘎拉鲁巴也是一个护法他也有曾经有请过嘎拉鲁巴，然后还有马哈嘎拉也来过，吉祥天母也有来过，有请到，但是非常罕见。观音菩萨也有，但是非常非常的罕见。降神他的仪式是不是需要一定指定的他的那些 prayer 才请到他来的？你是说那些指定的仪式仪轨吗？有指定要哪一些，但基本上都跟我们平常念的没有差别，因为你都是迎请嘛，所以有迎请文都是在念迎请文。迎请。这样你这样说，如果我们本身的他的 chakra 很清净，你的麦克风对准一点如果是我们刚才你说的是我们 chakra 很顺很开，然后是我们做 prayer 的时间很有可能都会有降生吗？不会，不一样的情况。那个你要降，尤其像佛菩萨的话，你的那个脉轮是要特别经过冥想、修持、闭关来打开的。你的上师、你的师父会帮你。所以如果你说的那种打开，突然间打开迎来的，不会是佛菩萨。如果哪一天，因为我刚刚有说过嘛，上升的情况，不管是佛菩萨还是鬼，有两种嘛，一种是恶意的，一种是你自己去修然后打开的。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个情况不会发生。不会发生，因为我们没有经过那些很正式的训练，你没有做过那个闭关，佛菩萨是不会突然间因为你念一下那个迎请文，然后你脉轮刚好打开，没有这样的情况。但鬼附身呢，那个是另外一个情况，那是他们恶意的入侵你的身体，可能你刚好你的身体敏感，还是你体质本身敏感，或者是你自己请那个神请那个鬼有些人可能。其实你玩碟仙笔仙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它的危险性，因为你其实是间接的请他来如果你刚好又是体质敏感的你可能很容易就请他就会利用你的身体，所以我们都不碰这些东西。佛教好像南传、北传这些，他们应该没有这些神医的是吗？对不对？据我所知是没有。但是他们也有谈到这一方面的东西，因为是通的嘛。我昨天刚好我所知道的是没有北传、汉传北传跟南传我都没有听说过，但是他们也有谈起这样的事情，因为鬼附身神上身这些东西是很普遍的 universal 的嘛。所以我昨天刚好有看到净空法师的一段开示，我特别上去找，我看看其他人说什么，然后这个净空法师他的师父是张家活佛，张家活佛也是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位大师，他的师父他有跟一位藏传的上师，然后他也有谈起这件事情，就是关于到神明降神的事情，他也跟仁波切讲的东西一样，就是神明他们所知道的东西，他们能预知的能力其实是很有限的。他说你问他1-2天后的事情，可能那些神明可以跟你讲，你问1-2个月后的，他可能可以跟你讲，但是你问他10年20年过后的事情，他没有办法跟你讲，因为他们的预知能力是有限的。你问一些琐碎的小事，比如可能你要去哪里
做什么工作啊？可能这些小小的事情，我应该选什么男朋友、女朋友？你可能问这些小的事情，他可能是准的，但是你要问他大的事情呢，你千万他是靠不住的。哦，这也是净空法师讲，他说这是张家大师跟他讲的，是一般的神明鬼怪这些，你问他，他们靠不住。那你说南传北传有没有降神？据我所知是没有。我想请问一下，好像在降神的过程中，那个沈玉梅，好像如果现在是降神多杰雄灯，他离开的那一刻，那个沈玉梅的意识，他是怎样又回到他的身上，还是这里我有点模糊，还是还有一个signal，哎，我走了，你可以回你的身体，还是？是这样子哦。我理解你的问题。OK， 你说怎么回到去呢？其实实际上的运作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跟你讲的是，当那个那个多杰雄东护法降到神域身上的时候啊，他的意识呢就会暂时的去到他手上会戴一颗戒指，那他的意识呢就会先在那个戒指里面。所以呢，这个降神的时候，这个神域他的意识是完全不在他身上了，是在那个戒指里面。所以那个过程里面呢，这个护法神讲过什么，做过什么，他基本上他不会，他没有印象，他不知道，他也不记得，然后他走的时候他是怎么回来的？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但是我自己觉得应该有一点默契吧，就走了之后你就回来了。毕竟也是经过训练的嘛，尤其是他们做过那个多闭关，所以你说实际上怎么从戒指回到去，怎么知道 signal 怎么来，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默契吧。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先补充一下，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补充的，就是这个降神还有另外一个状况的另外一个状态，这个是降神，就是说这个。怎么说？这个跳童的人本身意识是完全是在这个地方的嘛 ？OK。然后另外一个情况是叫通灵，我不知道这个字眼用的准不准确，但是字眼我们先不执着字眼，我们先讲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是神，你的意识是还在的，你意识还在所谓就是你的那个灵魂灵魂意识了，意识比较准，意识是还在的，但是那个同时呢，你的身体还住着另外一个意识，就是。佛菩萨或者是神明的意识，这个情况我们叫通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的意识是属于休息的状态的，就是you take over 了，我在一边，我先在一边，然后你来 take over。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个护法神他讲什么，他做什么，基本上这个人呢，这个童身，这个跳童的人，或者是这个神域本身是知道的，他会记得的，因为他只是在一边，他没有不见，他没有离开。这个情况叫通灵，但这个情况呢，他的身体的消耗也不会那么大，所以他不会那么累。比起降神，因为降神是你整个身体就是给护法用了嘛。那通灵的时候呢，你可能护法可能只是借你的嗓子讲话他可能只是用你的身体做一些动作加持人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不会这么累。这个状态是叫通灵。但在通灵的这个情况下呢，你的意识是还在的，你是一个身体里面两个意识。降神呢是完全是护法或者是其他神明的意识取代你的意识，差别也有两种状态。仁波切这边有讲。刚才你提到那个通灵，是说一个身体可能会有两个意识存在，那么会不会出现第3、第4、第5、第6？通灵那方面，而不是降神。我明白。OK。降神的话，我没有办法跟你讲，降神会不会有2个护法神来？应该是不会啦，应该是不会啦。OK， 因为佛菩萨，我用我的理论来回答你，我不是仁波切讲的，但是我是用我的认知跟理论来回答你。因为每一个佛都一样嘛，不管是嘎拉鲁巴、巴德拉摩还是多杰修根，他们都是佛菩萨嘛，所以佛应该不会要去抢这个是我进还是你进，应该不会啦。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有2个或者是3个情况。但你说鬼附身是有可能的。鬼附身是可以很多灵魂进你的身体，是常见的，看戏都有很多 based on true story 拍的电影我看很多那很自然，那可以没有问题。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出来，不只是一把声音，也不是2把声音，是3、4、7、8把声音。鬼附身是有可能，降神我就不知道。但以我的理论跟认知来讲，应该不会有，因为佛都一样嘛。好，谢谢大家，谢谢。